说这个录像，我就一直没憋好回去。回来了。这回你是亲眼看到了吧？是我们家依依死缠着人家，你说这事闹的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好，我闭嘴。不管怎么说，依依不能嫁给陆小梅。难道说嫁给沈孟德的儿子便宜了沈康琪？沈康琪也不能嫁啊？难道说你心目中有人选了？马上就是依依24岁的生日了，你忘了20多年前我们跟别人的约定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当初你可跟人家有约定，咱们家依依嫁给人家儿子。我们依依要嫁的男人，一定是最优秀的。喂，妈咪，哇，你真的是可以的啊！停了我所有的信用卡，哎，我现在身上只有5000美元呢，让我来这边。我已经很认绝了，没得商量。OK， 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忍受的啊。不过你还让我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结婚呢？哎，妈咪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个叫什么同一年的女孩，我压根都没有见过，好不好？没见过就去见一见呀，没准你们一见面就会有感情了。哎呀，妈咪，杰西，别忘了你爸爸的遗愿，祝你和素未谋面的未婚妻有个好的开始。拜拜。喂，哎，妈咪，到底怎么弄的呀？喂，一朵，你可以出来一会儿吗？你怎么啦？你声音怎么怪怪的？我在前几次见面的酒吧等你，不见不散。不。你了解我的痛苦吗？我知道，我能理解。一朵，我很开心能遇到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愿意对我好吗？你愿不愿意跟着我？我当然对你好啊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吧？一朵，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我
我却觉得我的一生又多了一线希望。一朵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不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啊？我们只是好朋友，我看你误会了吧？一朵，我以为你也喜欢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你啊？可是我每次约你出来，你就马上出来。那不就是你每次都心情不好吗？哎呦，我这个人就仗义，是莫名其妙吧你？神经病！一朵，什么？贺子祥要跟你离婚？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妈妈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呀。妈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他想离婚，要分一半家产是吧？哼，门儿都没有。他离可以呀，让他净身出户。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爸爸说说，让爸爸劝劝他？男人啊，都是一丘之貉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妈，你不会跟我爸也吵架了吧？我跟你爸的事儿啊，不用你管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好跟贺子祥的事儿。啊，他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听说好像是一个女服务员，在梁妈私房菜工作。梁妈？怎么又是她呀？你认识她呀？我何止认识啊，她无孔不入。不过你放心，妈妈不会饶过那一对狗男女，还有梁妈的。对不起，这几天没有来看你，早点休息，不要太累了。儿子不要你太拼命的赚钱，我只要你开开心心的陪着我。儿子，看来妈这次要受虐了。儿子，妈很好，你也要注意身体。怎么样？今天生意怎么样？蛮好的，你看看，最近都不错，是吧？可以啊。对呀。哎，你看这里面失火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里面失火了！怎么了？库房着火了！陆向北在里面吗？怎么会失火呢？他好像在里面。哎，你别去啊！里面火势。别拦着我！哎，陆向北，葡萄哥哥。店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都没事吧？童一念呢？他没出来吗？他进去找你了。哎，不能去啊！葡萄哥哥，葡萄哥哥，一念，一念，葡萄哥哥，一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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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就是个笨蛋，别人都跑出来了，你干嘛冲进去啊你？我要去找你的妈。谁让你找我呀？
找我干嘛呀？真没给你改错名字，你就是个小糊涂。你终于肯承认我是小糊涂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不想承认，你可以不承认。反正我担心你，我去仓库找你，你担心我，你很想救我，我心里知道就够了。有人员上好就行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依依，你怎么样？爸爸，我没事，多亏陆向北救了我，要不然你女儿就被烧死了。是向北救了你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向北，谢谢你救了我女儿。不客气。怎么样？你能走吗？啊！快，叫救护车！快！快！救护车！让开！让开！哎，三姐，你快给张太太打个电话，让她马上来一趟，然后给我女儿煲个汤，要安神的啊。爸爸，不用打电话给张叔叔了，我真的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刚才都把我吓死了。你看那，行了，别说了，那沙发上先休息一会儿。哦。姨爷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你说那些有毒气体要吸进肺里边怎么办啊？没事，爸爸，我自己来吧。明天不要上班了，我带你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爸，要检查也是陆向北做检查，他吸的比我还多呢。怎么又是陆向北啊？以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公私分明啊！爸爸，人家都救了我，你还说这样的话？他是这个店的店长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应该负责任。那要追究责任，也不是他的责任啊。他刚调去，他怎么知道会着火？他负什么责任啊？要追究也应该追究上一任的责任。哦，您是董事长，最应该追究的是您的责任。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了一个聋子来指责我，我可是你爸。爸爸，你别再说他是聋子了，他听不见，可是他很坚强的，他了解我，懂我的心。那你呢？你每天只知道你的生意，从来不会在意我在想什么。还有啊，爸爸，我要告诉你，他不但现在救了我，小时候他也救过我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说什么？小时候妈妈去世那一年，你不是带我去乡下的葡萄园吗？后来我走失了，是他保护我、照顾我，让我早点回家的。你可别忘了。怎么是他？是陆向北？怎么不会是他呀？你只照顾你的生意，哪照顾我的感受啊？我不工作怎么办？怎么养活你？我不工作怎么过好日子？你怎么出国留学？妈妈走这些年，我容易啊？我头晕，不想跟你说了。等等，依依。哎，以前我不知道陆向北是你的救命恩人啊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他一笔钱，就算是对他的报答。但是你一定要离这个人远一点。钱，您就只知道钱，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的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我自己去处理吧。哎。怎么会是这样？你干嘛冲进去啊你？我要去找你的嘛。
谁要你找我呀？找我干嘛呀？真没给你改错名字，你就是个小糊涂。还真是个小糊涂。那我是小糊涂，那你就是小葡萄。葡萄哥哥，谢谢你。送过去。外公，不要，我不要去！外公，不要扔下我！外公怎么会扔下你呢？我每个周末都会偷偷的来看你。我这样做，那也是为你好啊。我不要去。必须去，必须要找一个好的寄养人家，读书学本事。你要做的比谁都强啊！要不这样，我怎么能为你惨死的母亲报仇呢？昨晚我们卖场失火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吧？那是个意外，哥。什么叫意外？嗯？火势那么大，而且惊动了消防部门，还差点出了人命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事故，是要引起我们每个人都要重视的事故。消防部门刚才已经打过电话，说事故的原因已经查出来了。这么快？原因就是电源老化，引起电路板自燃。年初，我就给你们质监部门批了钱，让你们更换卖场的电源和所有的设备。你都干什么了？这可能是……对不起，是我的疏忽。什么叫疏忽？马上成立调查组，核查火灾的损失。我们完美集团2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。现在我不想多说，大家散会吧。童志晓，你最好不要让我找到证据证明你跟这件事情有关。怎么会？我给你批的钱不少，你拿去干什么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
福道哥哥。这是公司什么普通小酒啊？我知道公私分明，但是现在呢，离上班时间还有5分钟。来，我给你买的，尝尝看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还那样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明天给你买别的。嗯。这么说，你不反对我给你带早餐啦？反正你是我们家的小时工，你还欠我妈钱呢。不是小时工，是管家。有分别吗？不都是帮我打工吗？还有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成熟一点。虽然我们小的时候是认识过，但是我们现在是2条平行线，没有交集的。没关系啊，就是平行线，也是这个螺旋向上的平行线，我就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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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dial later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难道是天意？对，是我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么久你都不和我联络？是不是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？怎么会呢？这一转眼，你带着儿子已经离开了20多年了。实际上，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去看你们。你不是不想看到我这张老脸吗？怎么会呢？我们当初的约定，我是不会忘的。记得遵守承诺是你的美德。童志贤，你女儿24岁的生日就要到了，我打算给她送一份意想不到的大礼。这么说，你也明白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打发我儿子回到国内了。什么？他已经来了？别急呀，我这个儿子从小就被我惯坏了，他很有个性。他说他一定要亲自会一会你女儿，用他自己的方式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应该已经在某个酒店住下了吧。啊。喂。喂，妈咪啊，
怎么了？我这个地方真的是待不下去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个人拿错行李了？你让我回去吧。你这几天就光顾着玩，没去找你的未婚妻吗？哎，什么未婚妻啊？你说的那个同一年，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嘛。人家说不定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约定的。不会的，他爸爸刚跟我通完电话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有困难就去找你的未婚妻童一念解决。喂，毛美。好端端的店被你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能受这份罪吗？整天让员工脸肘转，真是的，你图什么呀？能拿多少钱呢你？你干嘛故意针对店长啊？我哪有针对他？童一念，虽然你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但这里是卖场，你也不过是个小小的营业员，别对我大呼小叫的。这次火灾明显就是他的缘故。你说的也挺对的。那店里生意好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他的缘故呢？你凭什么这么护着他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我喜欢的人。那行，这烂摊子就你们俩收拾吧，我走。这店员插头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根本不符合安全规定，怎么没人管他？对啊，连我这个外行都能看出危险，怎么会没人管呢？这是我们的菜单。哦，谢谢。这顿饭呢，就当是我答谢你。这么多天你辛苦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点点什么好呢？好，给我来一个炖葡萄皮儿，一个焖葡萄肉，一个炒葡萄枣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这边只有葡萄酒。哦，那就来2碗软饭吧。啊，好的，小姐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看看菜单，好吧？啊，好的。有意思吗？这样好玩吗？现在又不是上班时间，你也不是我的领导，我爱说什么你管得着吗？幼稚。小时候的事情，你是不记得了呢，还是不想记得呢？不记得。不可能。喂，为什么每次我叫葡萄哥哥的时候，你反应那么大呀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爽快呀？我记不记得有那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不重要，对我来说可重要了呢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会死啊？我知道，每个人呢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。如果对于我来说，让别人说累是过不去的坎儿，你呢？你的是什么？无聊，点菜。哎，你小时候不去找我，是不是因为你被别人抓到孤儿院去了？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纠结这个问题啊？在卖场还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我们去解决。你不觉得那场大火很可疑吗？说起来是挺可疑的。那么大的卖场着火都没有人追究监督人的责任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一会儿吃完饭去看看吧。哦，那我们可以点菜了吗？太可以了，点吧。谢谢葡萄哥哥。服务员，给我来2瓶葡萄酒。你别急，先坐下吧。我怎么能不急啊？他的手机都打不通。啊，既然小马已经问了公司的人，说他没事儿，那就没事儿了。
哎，外公，外公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向北，昨天就到了。外公怕打扰你，就先去酒店安顿。卖场失火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手机怎么关机了？担心死我们了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向北啊，你没事吧？外公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来，这边坐吧。外公知道你一向很要强，那些记者把你耳聋的事情曝光了，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向北哥，外公这一路都在问我你这2天过得怎么样。外公，我真的没事，这件事都已经过去了。那童之晴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。什么？他已经知道了？你不用担心，虽然他已经知道我耳聋的事情，但是他应该不知道我尽完美的目的。而且这2天我跟小马已经抓到了童知晓的一些把柄，我相信我们的计划很快就会成功的。那就好，我是担心啊，怕你一时间接受不了，会自暴自弃的。外公，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。当年你妈妈死了以后，我们爷儿俩可真是吃了不少苦啊。外公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外公。外公，向北哥，原来你和外公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你以前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。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什么过去了？这笔账我们一辈子都得记着。啊，对了，刚才我听英英说，你耳聋被记者们发现，全是因为童家那个女儿。不关他的事，都是那些狗仔队。向北哥，我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。啊，英英，我有点事情想和向北单独谈谈。哦，好。外公，真的不关童一念的事，不是他说的。啊，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儿。我让你去查的事情，你都查出了什么吗？我在童家看到了一些旧照片，我觉得有一张还挺可疑的。什么？那张照片大概是20多年前拍的，那上面有一个穿得很时髦的女人。女人？我问过童一念了，那个不是他妈妈。可当年和我一起做生意的伙伴，没有女人呐。那个女人一看就是挺有地位、挺有身份的，而且他们好像在签一份什么合同。哦，那你必须继续的查下去，看看这个女的究竟是个什么人，和我们20年前工厂被毁有没有什么关系？知道了。
我的这双眼睛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，全是童之行做的孽。这个大仇，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。另外，我还把隐藏在背后的这双黑手给揪出来。我懂了。快的呢10几年，慢的呢几10年。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上电视？这个，干妈，你快出去看看，外面人找你，还一朵。我？对的。你们老板就这水准，躲起来当缩头乌龟，不敢见我。怎么着？谁在这说我是缩头乌龟呢？啊？你们今天是来砸我招牌的吧？就砸你这小店儿，我怕脏了我的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来找他。你就是一朵吧？是啊。我是贺子祥的妻子，我叫沈康华，我想单独和你谈谈。哦。康姐啊，你看见你姐了吗？没啊，怎么了？你姐一大早就不见了，还有妈。妈也不见了。是啊。那你觉得他们应该会去哪儿？怎么了？怕我在茶里下毒，不敢喝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亏你还是名门出身的，那喝个茶喝得这么俗。嘿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干嘛老刁难我呀？你看你，千万别激动。咱们女人现在最该的就是修身养性。哼，是。我老公也这么说我，是吧？你老公是不是也受不了你啊？哎，你看看你，哎呦，这个紧锁眉头，满脸怒容，这女人呐，最怕这副模样了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我是为了我的家，为了我的老公，为了我的孩子们，我付出了我的全部。哪个女人不付出全部就能得到一个完美的家呀？啊？你以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女人付出的就少啊？我们是因为资金有限，我们付出的比你更多。你这人呢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干嘛老教训我？哎，你这话就错了吧？是你领着你女儿到我们这儿来挑事儿的，是你们来教训我的。我。
沈小姐，请叫我贺太太。我已经嫁给贺子祥很多年了。不是那意思啊，请你坦白告诉我，你爱他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贺太太，我想你误会了吧？我跟子祥哥只是很单纯的朋友关系。小偷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偷过东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小偷啊？我再说一次，我跟你的丈夫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朋友关系。我不管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，请你离开他。这是10万块支票，我希望你带着他离开这座城市，不要再出现贺子祥的面前。喂，你真的以为钱能收买一切啊？你跟你丈夫之间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。你嫌少？我是嫌你太幼稚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